60岁后每天吃椰枣的惊人益处，银发族健康指南。关于60岁以后每天吃椰枣 dates 的惊人好处，如果您像大多数的长辈一样，您可能听说过椰枣太甜了，不适合健康饮食，特别是如果您正在控制血糖的话。老实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事实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椰枣中的天然糖分与蛋糕、糖果和汽水中的精致加工糖在体内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您看，椰枣本身富含精制糖所完全缺乏的东西——膳食纤维。这种纤维就像是一个能量的缓释系统。椰枣中的纤维不会导致血糖急剧飙升后又崩低，而是会减缓消化速度，帮助您的身体逐渐吸收葡萄糖。因此，吃完甜食后，您不会感到头晕或迟钝，相反地，椰枣能帮助您感觉平稳、清醒且有饱足感。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是正在控制第2型糖尿病的长辈，每天吃2到3颗椰枣，血糖波动也会减少，能量稳定性也会提高。这是因为大自然将椰枣设计成一种完美的平衡，天然的甜味搭配助保护新陈代谢的营养素。一旦您了解椰枣在体内运作的真实机制，它的好处就会变得更加显著。特别是对于银发族而言，60岁以后，您的新陈代谢会变慢，消化效率变低，身体吸收营养的能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椰枣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请务必读到最后，因为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将椰枣与一种特殊食材结合，从而倍增其在血糖控制、能量补充和消化方面的益处。但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您今年几岁了？您在哪里观看？最近您的健康状况如何？我很想知道。益处5：自然平衡血糖。60岁以后，您的新陈代谢会发生变化。您的身体对血糖飙升变得更加敏感，能量下降的速度也可能比以前更快。这就是为什么椰枣可以成为加工零食的强力替代品。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能减缓葡萄糖吸收，保持胰岛素水平平衡，防止午后血糖崩跌，从而避免您想吃更多甜食。每一颗椰枣还提供少量但有意义的镁和各2种矿物质，在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发挥出直接作用，这意味着您的身体可以更有效地管理糖分。如果您曾发现自己在饭后感到疲倦、头晕或渴望甜食，吃1-2颗椰枣可以给您足够的天然糖分来提升能量，而不会引起像坐云霄飞车般的血糖波动。吃它们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在上午或下午早些时候，当能量通常下降的时候，将它们与几颗杏仁或1茶匙花生酱搭配，用蛋白质和健康的油脂来平衡糖分，这将使您的饱足感维持更久，并进一步增强稳定血糖的效果。益处4：支持心脏健康与血压。60岁以后，心脏健康成为最重要的保护对象之一，这正是椰枣默默发光的地方。虽然大多数人会寻求药物或补充剂，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每天简单地吃2到3颗椰枣就能自然地支持健康的血压和循环。椰枣富含钾离子，这是自然界中最有益于心脏的矿物质之一。钾有助于身体排出多余的钠，正如您所知，那是导致高血压的最大罪魁祸首之一。当钠水平下降而钾水平上升时，您的血管会放松，改善血流，并降低心脏的负担。但这还不是全部，椰枣还含有镁，这有助于动脉周围的微小肌肉保持弹性而不是僵硬，这意味着氧气能更好地输送到您的心脏、大脑和肌肉。再加上类黄酮和酚酸等抗氧化剂，椰枣能保护您的血管免受发炎和氧化压力造成的损害。
这正是让老化对心脏造成更大负担的原因。对于患有高血压或循环问题的长辈来说，吃椰枣的最佳时间之一是在晚餐后，大约睡前1小时。这是许多长辈血压容易升高的时候。那时吃1-2颗椰枣可以温和地帮助您的身体在夜间平衡体液水平。所以下次您考虑心脏健康时，请记住椰枣不仅仅是一种零食，它们是一种每日的天然保护形式，在您休息时默默发挥作用。益处3：改善消化与肠道健康。让我们谈谈大多数常被莫承受的问题——消化不适。无论是胀气、便秘，还是饭后的沉重感、消化不良，都会影响从能量、情绪到食欲的一切。但这正是椰枣可以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每一颗椰枣含有近2克的水溶性纤维，它就像消化系统内的扫帚一样，它温和地推动废物通过肠道，并帮助喂养肠道中的益生菌。这些好菌能保护您的免疫系统，并控制发炎。对于许多长辈来说，便秘变得更加频繁，仅仅是因为消化随着年龄增长而变慢。每天添加2到3颗椰枣，特别是隔夜用温水浸泡过的，可以自然地恢复这种节奏。把它想象成给您的肠道做一个健康的晨间伸展。纤维还有助于调节排便和平衡胃酸，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缓解胃灼热或胃食道逆流。与刺激性的泻药或补充剂不同，椰枣温和地支持消化，不会引起不适或依赖性。如果您经常醒来感到迟钝或胀气，为了消化吃椰枣的最佳时间是早上空腹的第一件事，或者作为早餐的一部分。试着把它们混入温燕麦片或优格果昔中，您将滋养您的肠道，并以轻盈和充满活力的感觉开始新的一天。健康的消化不仅仅是食物离开您的身体，更是关于您的身体吸收营养的程度。当您的肠道平衡时，从皮肤到能量的一切都会随之改善。益处2：减少发炎与关节疼痛。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醒来时关节僵硬、膝盖酸痛，或者是手部和背部隐隐作痛。许多长辈认为这种疼痛只是变老的一部分，但发炎往往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而这是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影响的。椰枣含有一些自然界最强大的抗发炎化合物，包括类黄酮、酚酸和类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素就像微小的保镖，保护您的细胞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氧化压力正是导致关节组织随着时间分解和肿胀的过程。更有趣的是，研究显示，经常食用椰枣的成年人，其 C 反应蛋白一种关键的发炎指标会降低，这意味着肿胀减少，灵活度增加，晨间僵硬感也会减轻。椰枣中发现的镁和钾在支持肌肉放松和神经功能正常运作方面也发挥助安静但关键的作用。它们共同帮助您的身体减少肌肉抽筋并改善循环，这可以缓解许多常被经历的腿部沉重感。为了获得最大的益处，试着在睡前大约1小时吃2颗椰枣，最好搭配几颗和桃或杏仁。这种组合提供了健康的脂肪和额外的抗发炎支持，同时您的身体会在夜间利用这些营养素来修复组织并平息发炎。所以下次当您想伸手拿止痛药时，请记住，有时真正的缓解可以从您的厨房开始。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很想暂停片刻。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对您有帮助，请花1秒钟点个赞，这真的能帮助更多长辈发现这些资讯并学习这些自然健康秘诀。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您点击订阅按钮，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即将发布的关于食物习惯和日常作息的影片，这些都能帮助您的身体在60岁后保持强壮，头脑保持敏锐。另外，您最近的健康状况如何？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真心喜欢阅读大家的故事和经验。现在让我们继续。益处一：增强记忆力、能量与脑部功能。老化最被忽视的影响之一，不仅仅是体力衰退，而是注意力、记忆和能量的逐渐下降。但这里有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研究显示，椰枣实际上可以滋养大脑，并帮助保护其免受与年龄相关的衰退。椰枣富含天然葡萄糖和果糖，这是大脑的主要燃料来源。但与精制糖不同，椰枣中的纤维会减缓吸收，提供稳定、持续的能量流，而不是快速的飙升和崩溃。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每天吃2到3颗椰枣的长辈报告说，他们一整天都感觉思绪更敏捷，不那么疲劳。它们还有维生素 B6， 这支持神经传导物质的产生，也就是帮助脑细胞沟通的化学信使。事实上，研究表明，维生素 B6 摄取量较高的长辈在记忆和协调任务中表现更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椰枣中的抗氧化剂如类黄酮和阿魏酸有助于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损伤，这是阿兹海默症和失智症等疾病的关键因素。一项发表在《神经生物学老化》期刊上的研究发现，定期使用椰枣可减少老年人大脑中的发炎并改善记忆功能。为了获得能量和思绪清晰，吃椰枣的最佳时间是上午或下午3点左右，就在您的能量通常下降的时候。将它们与少量蛋白质或健康脂肪搭配，如1茶匙花生酱或几颗坚果，将使您保持饱足和专注数小时。如果您曾与脑雾、健忘或缺乏注意力做斗争，这就是椰枣莫发光的地方。它们的天然糖分滋养您的大脑，而不会过度刺激。它同时抗氧化剂保护您的脑细胞免受损害。一些研究甚至表明，经常吃椰枣可能有助于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记忆衰退有关的有害斑块、类淀粉蛋白斑块的堆积。所以，当您感到精神迷雾或下午疲劳时，不要伸手去拿咖啡或加工零食。相反，拿几颗椰枣，您的大脑会感谢您的。这真的很迷人。一种小小的水果，身体却有这么多系统从中受益，从心脏到肠道，从大脑到能量。椰枣支持帮助您保持活跃、独立和充满活力的一切。知道如何和何时吃椰枣与知道为什么它们对您有益同样重要。秘诀在于时机适量以及与正确的食物搭配。对于银发族来说，吃椰枣的最佳时间取决于您最需要它们做什么。如果您早上精力不足，请在早餐后不久或作为上午的点心吃2到3颗椰枣，这有助于自然地为您的大脑和肌肉提供燃料，同时保持血糖稳定。如果您经常在晚餐后感到嘴馋或疲劳，在睡前约60到90分钟吃1-2颗椰枣，实际上可以帮助您的身体放松并准备睡眠。椰枣含有天然氨基酸、如色氨酸，它支持血清素和褪黑激素，您身体的睡眠荷尔蒙的产生。结合其镁含量，它们可以促进平静感，并帮助您进入更深层、更具修复性的休息。对于正在管理血糖或体重的长辈来说，将椰枣与健康脂肪或蛋白质来源搭配是关键。试著搭配1小时花生酱、杏仁酱，甚至1块起司享用。健康的脂肪会减缓消化，保持您的血糖水平稳定，
同时帮助您长时间感到饱足。这里还有一个强大的组合椰枣和桃，它们共同创造了天然碳水化合物、优质脂肪和植物性蛋白质的平衡，这是那些整天感到迟钝的长辈的完美能量补充。至于数量，适量是黄金法则。对于大多数长辈来说，每天2到4颗中等大小的椰枣就足够了。它们营养密度很高，所以一点点很有效。请记住，选择完整的未加工的椰枣，不要添加糖浆或糖。颜色越深越新鲜，其抗氧化剂水平就越高。最后，保持水分补充。椰枣天然富含纤维，所以喝水有助于身体舒适地处理它们，并保持消化顺畅。如果您想超级强化椰枣的效果，请将它们与一种简单的成分搭配牛奶，但不是随便什么牛奶。理想情况下是温牛奶或富含健康脂肪的植物奶，如杏仁奶或椰奶。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组合如此有效。当您将椰枣在温牛奶中浸泡过夜，并在第2天早上吃下或饮用浸泡过的牛奶时，您的身体会更有效地吸收其中的矿物质。牛奶中的天然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椰枣中的脂溶性营养素，例如维生素 K 类、胡萝卜素，这些支持您的眼睛、骨骼和心脏。对于与关节僵硬、疲劳或消化不良做斗争的长辈来说，这种传统疗法可以带来显著的差异。地中海和中东文化的许多人世世代代都将其用作天然的能量和恢复饮品。浸泡过的椰枣变软，更容易消化，对胃更温和，非常适合那些经历消化不适的长辈。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睡前将2到3颗去核椰枣浸泡在一杯温牛奶中，让它静置过夜。早上吃软化的椰枣并喝下牛奶，它是奶油状的微甜，并且深层滋养。这是针对您的能量、关节和心脏的天然补品。您也可以将它们混合成顺滑的饮品，作为简单的早餐。添加一小撮肉桂或姜黄，可以进一步增强抗发炎的益处，并使其味道更好。但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真正的魔力发生在您经常这样做的时候。每天早上几颗浸泡过的椰枣可以逐渐改善您的能量水平、消化，甚至睡眠品质，因为您正在给予身体它真正可以利用的营养。医疗免责声明：在我们结束之前，请记住本内容仅供资讯和教育目的，它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建议、诊断或治疗。在您的饮食中添加像椰枣这样的新食物之前，请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或医疗保健提供者，特别是如果您正在管理糖尿病、高血压或其他慢性疾病。每个人的体质反应都不同，您的医师可以帮助您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法。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椰枣不仅仅是一种甜的零食，它们是一个营养密集的宝库，可以真正支持您随着年龄增长的身体。我们谈到了椰枣如何通过纤维和缓慢的能量释放来自然调节血糖水平，通过钾和镁支持心脏健康和血压，通过胃养益生菌来改善消化和肠道健康，通过抗氧化剂和矿物质增强骨骼强度并减少发炎，利用天然糖分和维生素 B6 增强脑部功能和能量。当在正确的时间食用，每天2到3颗椰枣搭配健康脂肪或浸泡在温牛奶中，它们可以为长辈提供显著的健康益处。总之，虽然椰枣看起来微小而平凡，但它们带有非凡的疗愈力量。对于60岁以上的银发族来说，它们是大自然最均衡的食物之一，对温和滋养心脏，并为大脑提供能量。如果您因为认为椰枣太甜而一直避免食用，现在您知道真相了。
这完全取决于您如何以及何时吃它们。从小处入手，每天早上或睡前吃2颗椰枣，可以真正改变您的感觉、行动和思考方式。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有帮助，请支持我们的健康社群，让我们继续帮助长辈过上更健康、更强壮、更长寿的生活。在您离开之前，请关注我们推荐的相关内容，我们将揭示另一种强大的食物，它能与椰枣携手合作，改善您的整体健康和活力。让我们带入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念和更多的健康，一起走这段旅程。